阿公，无人等遮休一下啦。秀秀啊，阿公为着要赶路吼，安尼伫咧这个风高野花踅来踅去，拢行袂出去。阿公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咱也毋是第一届住伫这风高野外，搁再讲天气也无啥会寒，无要紧啦。秀秀，这拢爱怪恁阿爹甲阿娘，伊真早死，阿公搁规身躯病，才害你。阿公，我看你搁咧伤心吗？秀秀敢毋是甲你讲过，秀秀甲阿公你结亲啦，只要会当甲阿公做伙，秀秀足欢喜的啊。啊，你要做啥物？这是普通人。这个公园，这么暗啊，你甲这老大人伫这风高野外安尼行，是真危险的哦。我嘛知影，我甲阮阿公本来是要去林安行城，也毋过因为行毋着路，所以才伫这个所在。原来是安尼哦，这只无平安，恁两个吼直直行过去，遐有一个庙，遐大一暗啊。啊，若透早吼，这个赶路，搁行1里外，就差不多到城内啊啦。多谢姑娘。多谢好心的姑娘吼。免客气。阿公，既然头前所在当休困，无咱紧来去。来进来。说你啊。你手尾遐厉害，看咱当这休困一下啦。这拄则迄位姑娘，就讲你遮无我。是安怎？哪行遐久啊，可还袂到啊？阿公，来。阿公，你踮遮小休困一下，我来去头前遐看卖啊。嘛好啦，秀秀，你来去紧转来哦。我知影啦，你休困哦。去。我一个可怜的查某孙，拢是阿公拖累的，阿公实在真该死。安尼无缘无故来起哄，是不是秀秀回来？你免吓我啦！世间免哪有这款物件？无这款物件。主持。多谢。这个是。主持啊，这个就是我远方的朋友，伊姓做蒋。哎呀，多谢。今仔日。也毋是过年，也毋是过节，也嘛无伫咧做法会啊！你甲我请戏班来啊！戏班，当作我伫遐扮戏咧。好啦好啦，也你来，你是准备要搬什么厝啊？什么厝啊？主持呀，我这个朋友吼，伊是咧掠鬼的啦。掠鬼？规仔厝吼，换咱真好看。若规仔厝看是要搬七龙托邦，也是李世民杨地虎拢袂歹看。主持呀，我这个朋友是真真正正为下面爬起来的啦。伊啊，要来掠这个半魔半鬼的千年尸怪啦。真是嘞。你是对下面哪
对，我是由地府来的。原来呢，你是鬼跪！来，这个。阿弥陀。主持惊着。罗汉爷，你有找到无？没有呢，钟大人，你，哎呀，我在郊外发现一点状况，嘛是无找到人啊。若是安尼，就麻烦咯。阮师兄我还阁找无人，这件代志赶紧解决，代志就大条咯。事不宜迟，罗汉爷，哎，拜托你啊。应该，谁叫我欠你遮济解？是我啦，没有。也没有。哎呀，张大人又搁加一条人命了。张大人啊，你是咧骗什么啊？罗汉爷，这你拢知，好千年习惯嫁掉的人，一定会尸变。我闻得出他的味道。你安尼骗，就骗有哦。尸体被移开了。啊？那呢？恁赶紧来看嘛。罗汉爷，安怎？哈，我批掉啊！这个山洞有问题。有问题？确实有问题。因为我闻到有狗仔伫遮偷蒜椒。罗汉爷，你的讲话无意思啊！那我是狗叫。歹势，我意思是讲，你鼻啊比狗较灵啦。多谢。我鼻啊比狗更……哎呦，我可是狗嘞！歹势。回心我吼，甲袂晓讲话啊。我意思是讲吼，你比狗较牛。多谢，比狗更……哎呀，罗汉爷，我都是狗嘞。啊？是哦，我今仔日就是安怎啊，定摕你甲狗咧比啊！这到底是？好，咱别讲这啦。我们进了山洞啊，这个千年尸怪对他一定要小心啦。一定爱小恶。什么叫小恶啊？细字啦。人咧讲，小心驶得百年船啊。张大人啊，我看吼，你先请啦。不，罗汉爷，哎呀，下官怎能够签约呢？还是罗汉爷你请啊？你请，我请了。无喏，张大人啊，这算起来嘛是你的职务咧，也是你的任务啊。当然，嘛是爱你先请啦。不，你是地头啊，所以说得好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所以罗汉爷，你请。我啊。想袂到迄船遐大船，佫会惊死，硬要甲我杀做敢死队的队长，配得起。张大人啊，无安尼啦，咱做伙入来，你看安怎？安尼有你。请
惊！安怎？看到啥物啊？哎，我目睭开开是要安怎看啦？你目睭开开？哎呀，你哪安尼啦？你只出所过，你莫看讲，伊到底是西装营养病，你莫加看开啊！哎呀，我当然一定要眼睛闭的。你知道那个千年尸怪有多难看啊？啊？我自认为长得普普通通的，但是跟他一比啊，我敢若是潘安在世的。潘，好啊啦好啊啦，什么咧潘安在世？安尼啦，无如咱算真两三做伙冲你吧，你看安怎？好，甲惊死！来，一。